去的，我是唯一从亚洲被邀请去讲的。我要讲的内容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的题目，所以各位现在所听到的内容，可能跟我去德国去对着全世界的那个大人所讲的题目差不多。但我希望这个题目不会太深啊。那在演讲之前，我想问几个问题，很简单的问题哈，看同学来回答一下。我们再开始看一部影片。你们觉得哈，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哈，在人类发展的文明里面哈，是先有文学，还是先有电影？文学。太聪明了，因为你们是资优班的。好，第一答对了，一定要先有文学，因为文学的历史很长，几千年以上，有文字以后就有文学。可是电影呢，只有100年。全人类的电影从第一部开始拍到现在只有100年，1895年，正好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那一年，所以也很好记。是什么时候有电影呢？什么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就刚好有